大家好，我係聰生，歡迎收睇聰先生嘅頻道。最近美國嘅新聞呢，好似宮廷劇一樣，負責任咁講一句啊，以我睇宮廷劇嘅經驗呢，呢個情況我覺得稱之為外憂內患，一啲都唔過分噶。由當今皇上得到婦人嘅支持，到奪權上任，呢一位婦人甚至係成為咗皇上嘅左右手，不惜破壞多年傳統，想清算上一任嘅黨羽。上任唔夠100日呢，四出惹是生非，到處樹敵。同時導致民不聊生，最後跪低暫停政策，因為中意俾人拍馬屁嘅關係，佢親小人，遠賢臣，又好大喜功，推崇個人崇拜，中意弄權，激化民生矛盾，去打擊政治對手，甚至令到當初支持佢嘅金主都離佢而去。但係呢一位金主有別於一般嘅金主，佢代表住嘅係美國嘅精英階層，可以話佢嘅行為冇太多餘嘅動作。簡單啲去講就係話，佢每一個動作都喺度釋放緊一啲信號俾全世界知道。咁我哋今日組合咗一啲資訊，同大家傾一下 Elon Musk 俾美國同埋俾世界發出嘅信號。咁喺開始之前都提提你，記得撳右下角紅色個掣去訂閱我嘅頻道，撳埋隔離個啷啷揀全部，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嘅更新啦。關於我嘅紀念品網店，可以去翻我嘅網站 chongstockco 嗰度了解。而影片簡介同埋片尾都有唔同嘅方式同埋社交平台去聯絡我或者支持我噶。唔阻大家太耐啦，我哋直接進入主題。美國可以左右政界有3股勢力。第一股勢力係建制派，譬如布殊家族啊、克林頓家族等等。美國政治界嘅 old money 階層，佢哋唔靠煽動情緒，亦都唔靠社交平台發聲，而係靠智庫、華爾街、媒體、常春藤聯盟等等。佢哋係體制內嘅穩健派，做事狠辣，但係仍然不動聲色咁樣保持優雅。佢哋掌握傳統權力嘅機器，掌舵百年，明白朝廷嘅遊戲規則。第二股勢力係民粹主義，代表人物正正就係特朗普啦。擁有張揚、表演型人格嘅個性，支持者主要嚟自美國中西部鐵鏽帶地區嘅白人藍領工人。佢哋俾全球化遺忘，俾自動化淘汰，痛恨精英、移民、氣候。佢哋唔追求複雜嘅道理，淨係追求簡單嘅口號。特朗普就啱啱好俾咗佢哋一個情緒嘅出口。佢哋亦都成功將憤怒變成咗對特朗普嘅選票，將佢送入白宮。第三股勢力就係技術精英派，代表人物有 Elon Musk、Mark Zuckerberg 等等。呢一班係矽谷走出嚟嘅一代。由於冇第三個政黨，於是佢哋暫時倒向咗其中一邊，就好似 Elon Musk 倒向特朗普一樣。因為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敵人，就係建制派。所以你會睇到一個滑稽嘅場景，一個知識技術兼備嘅億萬富翁，戴住一頂紅帽仔，企喺人群入面，同一班農人、工人一齊高呼，讓美國再次偉大。呢個畫面可以話係極度奇怪。Elon Musk 喺本質上係一個精英主義者，只係暫時借咗民粹主義嘅殼。簡單理解就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可以用得嘅就用住先啦。不過唔好睇少呢啲科技巨頭啊！全球市值最高嘅公司前5名入面科技企業佔咗4席。例如做晶片嘅輝達、Microsoft、Apple、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呢啲科技巨頭嘅市值已經超過咗好多國家嘅 GDP 啦。咁亦都意味住美國未來政治嘅話語權可能會由政府轉到科技公司。喺傳統上，國家政府係規則嘅制定者同埋執行者。但係喺數字時代，科技公司開始扮演起準政府嘅角色，佢哋制定平台嘅規則，控制信息嘅流通，甚至係影響公眾輿論。例如社交媒體平台嘅算法，決定咗信息傳播嘅路徑。喺某程度上，科技公司已經成為咗睇唔見嘅政府。咁今次 Elon Musk 同特朗普反面嘅導火線係在於特朗普推動嘅 Big Beautiful Bill， 有人譯做美麗大法案，亦都有人譯做大而美法案。但係喺 Elon Musk 睇嚟呢一個係完全相反，係一個相當醜陋嘅法案，等同於係劫貧濟富，影響民生。以下係取自新聞報道嘅內容。嗰個法案嘅官方名稱係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法案。特朗普曾經好得意咁樣宣稱話呢個係國家歷史上最重要嘅法案。然而佢嘅實際內容引發咗巨大嘅爭議。嗰個法案聲稱將會喺未來10年減稅4萬億美元，同時削減1.5萬億美元嘅支出。佢主要減稅嘅對象係企業同埋有錢人，旨在永久延長2017年特朗普稅改入面富人減稅嘅措施，去避免未來有錢人嘅稅負增加。然而削減嘅支出就集中喺醫療補助、保健、教育、清潔能源等等關乎普通民眾生活嘅項目。
法案仲強制要求低收入保障人群呢必須要工作先至可以申領醫療保險，否則呢就將會被取消資格。咁樣可能會導致幾百萬人失去醫保嘅。正正係呢一份美麗大法案嘅財政影響，令到 Elon Musk 非常憤怒，直斥佢為醜陋法案 Big Ugly Bill。預算分析師估計，嗰個法案將會導致未來10年聯邦赤字至少增加2.5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1年嘅 GDP 10% 以上㗎。更為嚴重嘅係，呢啲減稅措施呢，主要係惠及最有錢嘅1% 人口。稅收政策中心分析指出，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嘅家庭，平均每年可以減稅大約7萬美元，而年收入少於5萬美元嘅家庭，只能夠減幾百美元啫。國會預算辦公室嘅評估顯示，美麗大法案將會令到醫療補助計劃喺10年內削減大約6000億美元，而最大嘅受害者將會係依賴政府醫療補助嘅低收入人群，估計將會有超過800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其中包括50萬名兒童，咁樣意味住佢哋將會無力承擔醫療費用。5月底，當呢份法案喺眾議院通過之際，啱啱卸任政府效率部負責人職務嘅 Elon Musk 終於忍無可忍。佢喺社交媒體上面寫：抱歉，我實在係頂唔順啦！呢一項規模龐大、荒唐可笑、分贓咁樣嘅國會支出法案，簡直令人作嘔。執掌政府效率部工作大約130日嘅 Elon Musk，最終無法忍受特朗普荒謬嘅經濟政策。佢可以忍受對等關稅，但係冇辦法容忍美麗大法案。佢仲表示嗰啲投票支持呢一項法案嘅人呢，真係可恥。你哋自己知道自己做錯嘅，亦都心知肚明。佢直接指出呢一份法案係劫貧濟富嘅醜劇，一邊為有錢人大幅減稅，一邊又削減窮人嘅醫保福利。或者有人會質疑Elon Musk 本身就係億萬富豪，點解要反對呢一份對有錢人有利嘅法案呢？實際上 Elon Musk 擔心嘅係嗰個法案呢會大幅增加聯邦赤字。畢竟特朗普嘅呢份法案一夜之間令到 Elon Musk 之前喺政府效率部大幅裁減聯邦僱員所做嘅努力化為烏有，而特朗普仲大力推行減稅添。Elon Musk 甚至係放話預言，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將會導致美國喺今年下半年陷入衰退。特朗普同 Elon Musk 嘅決裂，甚至係升級為一場世紀罵戰。特朗普喺白宮會見德國總理默茨嘅時候，公開批評 Elon Musk，表示對佢近期嘅行為感到失望，並且話自己曾經俾 Elon Musk 好多幫助。Elon Musk 似乎一路睇直播，一路喺 X 平台逐條回應。佢表示，如果冇佢嘅支持，民主黨將會控制眾議院，而共和黨喺參議院嘅支持率將會係51-49。痛斥特朗普批評自己係忘恩負義嘅行為。特朗普就話：我會贏得賓夕凡尼亞州嘅選票，無論有冇 Elon Musk 嘅支持。Elon Musk 就反擊話：冇我，特朗普就會輸咗大選。特朗普威脅話要取消 Elon Musk 旗下公司同聯邦政府之間嘅訂單，話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終止 Elon Musk 同政府間嘅補貼同埋合約。事實上 ，Elon Musk 旗下嘅 SpaceX 每年喺 NASA 同埋國防部獲得超過30億美元嘅合約，而 Tesla 亦都有大量嘅政府訂單。如果呢啲合約真係被取消嘅話，將會對 Elon Musk 嘅公司造成重大嘅打擊。但係 Elon Musk 嘅反擊更狠，佢威脅將會立即退役，為美國政府服役嘅龍飛船。呢啲飛船係美國太空計劃嘅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真係退役嘅話，將會對美國太空事業造成重大嘅打擊。佢仲表示，如果政府唔再需要佢嘅服務呢，咁佢就係幫其他國家啦。呢句說話嘅震撼在於 Elon Musk 旗下嘅科技企業技術全球領先，如果佢真係轉頭去幫助其他國家嘅話，將會對美國嘅戰略地位構成巨大嘅威脅。Elon Musk 甚至係爆出更勁嘅料，佢暗示特朗普牽涉愛潑斯坦名單嘅醜聞。愛潑斯坦係被控販賣未成年少女嘅富豪級淫媒。Elon Musk 指出，愛潑斯坦涉事名單未被公開嘅原因係因為特朗普本人就喺名單入面。Elon Musk 仲暗串特朗普年事已高，佢話特朗普剩翻3年半嘅總統任期，而佢仲會活躍超過40年。呢句說話明顯係喺度串緊特朗普年紀大，自己仲後生。特朗普今年78歲，Elon Musk 今年53歲，兩個人嘅年齡相差25年。Elon Musk 同特朗普要鬥長壽嘅話，的確係好難輸噶。Elon Musk 甚至係轉發咗一個貼文，內容係總統對 Elon Musk 邊個會贏？我就投 Elon Musk 一票啦。特朗普應該係要被彈劾噶，應該由曼斯去頂佢個位。咁 Elon Musk 喺轉發呢個貼文嘅時候，仲表示同意。
Elon Musk 更加係做咗一件對特朗普嚟講大逆不道嘅事。佢引述自己喺社交平台進行嘅調查指美國需要一個新嘅政黨去代表嗰班80%處於政治中間派嘅人，以代表呢一啲中間選民。咁我深信俾佢幫過嘅特朗普呢，絕對係知道 Elon Musk 嘅實力。呢一句說話真係有機會成真㗎。咁佢就出言警告 Elon Musk， 威脅如果佢資助民主黨呢，將會面臨嚴重嘅後果。咁呢場鬧劇呢，好快就完咗啦。事件去到而家呢，亦都告一段落。Elon Musk 已經發文表示，對之前嘅其中一啲貼文感到後悔，內容呢講得太過分。特朗普亦都表示感謝佢嘅致歉。我自己就認為呢啲橋段呢，連戲都唔敢拍。你試諗下 ，Iron Man 會唔會對自己鬧過或者打過嘅人道歉呢？嗰篇道歉貼文可以話係輕輕帶過，入面所講嘅一啲貼文太過分，係指邊一啲貼文呢？老老實實成件事由頭到尾睇一次嘅話，我真係唔認為呢一個係佢誠心嘅道歉。如果我話 Elon Musk 係一個聰明人，邏輯非常之好，我相信應該冇人反對噶啦。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佢知道鬥嘴換唔到佢想要嘅結局噶，亦都知道同執政者鬥唔會有好嘅下場。而且政治獻金已經成為咗已出之物，特朗普亦都當選咗啦。今日先去鬧翻，甚至係換嚟被報復嘅結果呢，確實係唔值得噶。但係我深信 Elon Musk 呢唔係一個輕易放棄嘅人，佢亦都知道手持星鏈、SpaceX 等等重要技術，基本上佢係人見人愛、車見車載噶啦。我亦都相信佢成立第三個政黨嘅諗法，佢絕對係有諗過先講出嚟噶。呢件事亦都喺佢未來目標嘅名單上面。所以我認為佢喺馬戰入面嘅貼文，通通都係真心話，釋出嘅信號呢亦都非常強烈同埋清晰。當然啦，呢一次世紀馬戰亦都為股票市場產生咗唔少嘅波幅。佢哋兩個被懷疑係做戲呢，亦都係情有可原嘅。好啦，從 Elon Musk 不惜重金支持，到出雙入對，形影不離，去到未能成功削減開支，後來更加離開政府部門，呢度呢亦都有一個信號㗎。睇翻由 Elon Musk 帶領嘅政府效率部對美國嘅開支，以至聯邦公務員嘅體制已經冇辦法再削減，效率亦都冇辦法再提升㗎啦。內部嘅反抗力量亦都真係太大，我相信已經喐咗唔少既得利益者嘅蛋糕。佢當初削減開支嘅預算由一開始話2萬億美元，然之後目標調整到1萬億美元，搞咗百幾日呢，變成1600億美元，最後都搞唔掂，放棄收場。咁樣提示住我哋。講到點樣民主自由、人民當家作主嘅美國內部呢，其實非常之咁封建，既得利益者嘅群體亦都極為龐大，已經到咗冇辦法撼動嘅境地啦。畢竟特朗普都好清楚，有啲嘢唔查得，知道得太多呢亦都唔好。佢上一個任期試過噶啦。咁所以 Elon Musk 棄官，其實呢都好可能係因為睇透咗現實，決定離開啦，唔再玩落去啦。再玩落去嘅話呢，自己就玩完噶啦。我哋再睇翻 Elon Musk 嘅致富之路，無論係星鏈定係 Tesla， 多多少少咧都係同政府合作同埋政策支持相關噶。尤其係佢喺中國嘅超級工廠，足以令到佢真正領會到科技資本同國家政策緊密合作所產生嘅巨大紅利。所以當初拜登要搞佢要喺美國本土獲得政治庇護，自然就要選擇特朗普。時至今日，特朗普上台啦，結果係點呢？到處都係山頭，到處都係山寨王，根本就冇辦法實現抱負。經過今次，佢更加係深深了解到美國嘅制度唔單止係唔完美，而且仲要到咗冇辦法變革嘅地步。當然啦，美國今日嘅田地亦都唔可以完全話係特朗普嘅錯，佢呢亦都係有心無力噶。Elon Musk 嘅抱負就受到咗嚴重嘅挫敗感，尤其係體驗過中國嘅制度同埋超級工廠嘅發展之後，就知道呢一個係國家大方向同埋命運嘅問題，而唔係一句親唔親中、民唔民主自由可以形容同埋解決嘅問題。Elon Musk 點講都係當今美國科技界嘅精英，有一定嘅代表性，同嗰班勝出冷戰嘅老派嘅思想完全係兩個派別。今日睇翻佢出錢出力去支持特朗普上任，亦都冇辦法去改變制度，去搞創新。除咗棄官，翻去自己嘅崗位上面，佢仲可以做啲乜嘢呢？所以棄官呢，唔單止唔係 Elon Musk 無能，反而呢係佢睇透咗局面嘅表現。我相信明眼人都睇得出噶啦。而家好多嘅政策後續係冇辦法再推進落去噶，譬如關稅戰。你試諗下，關稅戰一旦變成持久戰，物價持續上漲，再加上發債艱難，美聯儲又唔配合，大規模減稅又會影響國家收入，俄烏衝突亦都停唔到落嚟，中期選舉嘅變數非常巨大等等。
今日喺精通管理同埋生產嘅 Elon Musk 率領嘅政府效率部努力下，都冇辦法縮減政府開支。試問內部嘅問題都處理唔到，外部嘅問題又點搞呢？再退一步諗下，以 Elon Musk 嘅財力、經驗同埋能力，配合埋有狂人性格，話要就要結果嘅特朗普，都冇辦法處理當今美國嘅問題。試問仲有邊一個人，又或者邊一個組合可以處理得到呢？今日呢個結局都可以好好咁樣解釋點解美國冇一個總統可以對中國搞持久戰、消耗戰，因為睇落去係持久戰，好似消耗緊中國咁，但係實質消耗緊嘅係美國各大家族嘅利益。試問呢啲美國嘅大佬們又點樣會肯同中國一齊玩割頸戰呢？所以 Elon Musk 呢次犧牲咗自己官場嘅仕途，向世界發出咗一個信號，就係美國神仙都難救，而且呢正喺度走緊下坡。聽到呢度，你哋對 Elon Musk 器官同埋佢對特朗普由支持到反面，由深愛到怨恨，有啲咩嘢睇法呢？你哋又同唔同意佢嘅決定呢？你哋又覺得有冇邊一步佢可以做好啲，改變今日嘅局面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你哋嘅讚好同埋留言互動，會令到我影片更加容易被推送噶，所以千祈唔好吝嗇你哋嘅意見啦。咁我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咁多啦。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加入會員，每個月1杯咖啡嘅價錢就可以支持我哋頻道繼續營運啦。而 YouTube 影片嘅右下方仲多咗個 Thanks 嘅按鈕，俾大家去支持呢條影片嘅製作。我哋下次再見，拜拜。